我係保良局田家炳兆康幼稚園陳麗常校長。俗語有云：休息係為咗走更遠嘅路，唔知大家認唔認同呢？香港嘅新聞不時報導，香港人而家正面對住種種唔同嘅壓力，好似生活、工作、學業同埋社交，精神嘅問題引起社會各界嘅關注同埋憂慮，提醒我哋係要學習忙裏偷閒，俾身心靈稍作休息，重新啟程，重新出發。保良局田家炳兆康幼稚園致力推動關愛校園，深信關愛嘅文化同埋力量能夠帶領小朋友、家長甚至乎教育嘅同工面對種種困難同埋挑戰。咁多年嚟，學校竭力創造一個溫暖、關愛、愉快嘅學習環境，培育學生有正面嘅價值觀同埋積極嘅態度。而我亦都深信，作為新時代嘅教育工作者，我哋唔單止要傳道授業，同樣重要嘅係俾學生同埋家長明白，學習嘅路好長，適時嘅休息同埋放鬆能夠提供更大嘅空間，彼此整裝待發，促進友誼均衡發展樂成長。我哋重視學生嘅身心靈健康，而幼兒嘅精神健康發展亦係需要從小培養。學校透過課程設計同埋活動嘅安排，幫助小朋友認識情緒，建立良好嘅人際關係，學習放鬆嘅技巧，同埋提升抗逆嘅能力，俾佢哋喺成長嘅過程中具備面對挑戰嘅心理質素。家長係最常陪伴小朋友嘅人，家長嘅言行唔單止係影響小朋友嘅情緒發展，更係建立抗逆力同埋人際關係嘅關鍵。我哋視家長為重要嘅合作夥伴，透過唔同嘅活動去共同培育小朋友嘅心理韌性同埋正向嘅生活態度。為咗建立一個充滿關愛、休息同埋放鬆嘅校園環境，我哋會從多方面推動精神健康教育，深信推動休息同埋放鬆活動嘅政策，能夠幫助幼兒有更優質嘅健康同埋學習環境。積極帶領教學嘅團隊推動相關嘅課程同埋活動，俾關愛遍佈校園。只要我哋願意多走一步，喺校園中營造支援同埋鼓勵嘅氛圍，新一代將具備更強嘅心理韌力，懂得面對挑戰同埋壓力，邁向積極關愛嘅未來。我哋深信精神健康教育係全人發展不可或缺嘅一環，透過持續推動同埋實踐，定能夠締造一個有助個人成長、彼此關愛嘅校園同埋社區。